讲有一个甲你缘分足深的12岁就来到遮， 12岁啊，即马佫得世界冠军。就是竞赛，甲你竞赛。这个故事听足感动的，你后来我都食苦啊，对一个就走啊，走我就塞车一直吹，哦，互我吹着，吹倒来，嘿啊，哦，吹倒来当然就爱修理啊，规个也伫遐修理，讲后摆唔好安尼，一直训练到世界冠军啊，哇，就迄个真气有啊。看师傅讲安尼足轻松，其实过程当中，古华练工以前，教这囡仔教到后壁，家己嘛无钱啊，往一个月30万、40万、50万，一直到即马一个月70万。哦。嘿啊，互因食大用，哦，搁读册，搁薪水。这款文化就甲以早期迄戏班共款，对啊一个团主爱带出来戏班，对。以早拢是讲较艰苦的囡仔，毋知去做戏班。进前用到家己拢无钱哦，甲太太讲，参详讲无安尼啦，已经经济节俭啦吼，甲所有的金破连弄个，为着囡仔，嘿啊，都卖互这个囡仔吼，去无安无落地管就对啊，就是啊，卖互因收济啦，嘿啊，我家己搁去外口驶客车啦，做苦工啦，搁驶货车去搬厝啦。